其实拜登这回宣布退选，国家的态度拢是真支持的，因为自从伊的后生母出歹名声，拜登伫个电视辩论讲唔对话，一直到 Trump 受到攻击，这个民主党内是直直希望讲伊会当赶紧来退落来。即马互伊的副总统贺锦丽出来选，社会普遍认为讲这是一项对国家有正面影响的决定。 在美国总统拜登宣布退选了后，抗退阵营前总统奥巴马发表文情并茂的声明，俄罗拜登意向未为战斗当中脱逃，伊决定传承予下一候选人，是因为对国家甲人民利益的考虑。前众议长佩洛西发文俄罗拜登以国家为重，努力团结甲组织会延续伊伫美国政大的影响力。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苏莫俄罗拜登是真正爱国者。 拜登亲人也发表声明，因为非法提请案件被判罪名成立的细汉后生亨特·拜登，感情表达老爸做公仆54年，甲人民无距离，倾听佮承受大家苦痛。 因为川普遭到枪击声势起来事件所在地宾州州长夏皮罗推文表明会全力协助贺锦丽坐起总统大位，敌对的共和党前副总统前年查某囝利兹前年包容拜登将大局放伫家己的利益之上，伊的品格甲认知是美国前进的力量。各国元首也表达对拜登的感谢，佮支持伊的退选决定。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推文讲，感谢拜登伫史上上戏剧性的时刻帮助乌克兰阻止 俄国占领。加拿大总理杜鲁道俄罗拜登用爱治国，互比甲前期更较深。澳洲总理艾班尼斯讲，美俄革命共向民主价值甲承诺，维护科学安全甲经济繁荣。President Biden has been a great friend of Australia, and that will continue. Deserves today, I think, to be recognised for once again not putting himself forward. 英国首相施卡尔表示尊重拜登因为对美国人民上大利益做出的决定。德国总理肖兹讲，拜登是老朋友，是北约组织重大关键力量。波兰总理图斯克甲西班牙总理桑切斯、俄罗拜登为乌克兰战争做出困难而且正确的影响决策，捍卫世界民主甲自由。公视新闻张淑芬报道。